今仔日欢迎审查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有立委是建议废除现年所定的制度。另外，针对中介受理后的资格，有立委嘛认为应该对现在4档审查一届改做2档审查一届。相对于台中一口罩5个人因为诈骗行底路，有立委嘛质疑讲社会安全网无发挥作用。 台中有一家伙仔5个人，前一阵仔因为大马唔禁互人诈骗，负债愈来愈重，最后无法度承受，规家伙仔拢自杀，造成高条人命的悲剧。有立委质疑卫福部社会补助法内底社会安全体系，为什么无发挥作用，无法度救到对外化救命的人？如果说都是成年人，一家5口。 还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然后显然他不太知道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安全体系，其实是有提供帮忙的。先跟那个公所嘛哈然后也可以跟社会局这边来提出。还有另外，我们社安网这边也有那个社会我们在各地方有156处的这一个社福社福中心这个民众如果有任何需要，加心汤可以。拜一立法院社权委员会审查社会补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条野立委拢认为国内产业线受过严格。真正中低收入，他们更多是他真的就打零工。 所以他的所得没有你虚拟测算的那么高啦。那这一群人，你就应该要让他得到实质的帮忙，把他纳进来你的照顾体系范围。你们说查不到地下经济，就拿虚拟收入来防弊，结果牺牲的是最贫困的人呢。到2025年，我们还要用61年前的方法来判定谁够穷。预期所得意思就是政府会甲有法度上班的人算作生产力的人口，就算是失业无头路，政府嘛会算你有基本的工资，有房地产、有厝有地嘛算你有租金。目前3党立委有共识，应该爱修法。另外，针对中介设立资格审查制度，目前是4党才审查一届，立委也认为修久，建议应该爱改做2党审查一届。卫福部表示，政府也认同这个修法的方向，希望会当照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记者陈阿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